1960年代，關南斯飾演一名香港芭蕾蘇絲黃，成為東方銀幕女神，風魔萬千西方男士。而現實中嘅蘇絲黃卻有一段不為人知嘅辛酸歷史。父親原來係一名日本將領，但係佢10幾歲就要淪落風塵，由灣仔做到去九龍城寨，最後又神奇咁樣出現喺美國紐約入稟法院狀告電影公司，未經佢同意就將佢事蹟搬上銀幕，結果係點呢？今集禪飛解密就喺昔日嘅新聞之中解鎖呢一位昔日香港嘅傳奇人物鮮為人知嘅故事。喺繼續之前，敬請俾 like 訂閱睇下廣告，支持本頻道嘅持續製作，唔該晒。1960年，一部荷里活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令全球嘅觀眾徹底迷上咗香港。電影入邊，灣仔係一個充滿異國情調嘅紅燈區，蘇絲黃就係嗰個穿着旗袍、性格純真嘅芭蕾。呢部電影唔單止令飾演蘇絲黃嘅關南斯成為國際巨星，更定義咗西方人眼中亞洲女性嘅模樣，溫順性感，等待住西方男人嘅救贖。1965年，一個名叫黃玉蘭嘅女子走入美國紐約一間律師樓，佢聲稱本人就係電影中蘇絲黃嘅真實原型人物。佢要入稟美國法院控告派拉蒙電影公司同埋原著作者李察美神喺未經佢同意之下，將佢嘅私生活寫成小說同埋拍成電影，屬於侵權行為，同時亦都令佢名譽受損，要求賠償50萬美元。呢一件案件係當年極為罕見嘅跨國侵權訴訟。同時，現實中嘅蘇絲黃，佢嘅背景同埋樣貌亦都隨之曝光。佢並非係電影中嗰種無憂無慮嘅女孩，而係喺一個混亂時代入邊，為咗生計而喺灣仔酒吧掙扎求存嘅女仔。英國小說作家李察美神喺1950年代中期曾經入住香港灣仔六國飯店，佢以親身經歷嘅所見所聞寫成一本愛情小說《蘇絲黃的世界》，喺1957年出版，其後被改編拍成電影，由美國奧斯卡影帝威廉荷頓飾演片中男主角羅拔。羅拔喺灣仔一間酒店邂逅咗由關南斯飾演嘅一名芭蕾黃美玲 Suzy Wong， 二人發生一段浪漫而又充滿障礙嘅異國戀情。片中大量場景係喺香港天星碼頭、天星小輪、中環、灣仔街道同埋香港仔避風塘等實地拍攝。電影喺1960年公映，大受歡迎，喺世界各地都打破票房紀錄。全球觀眾都俾60年代香港嗰種華洋雜處又充滿異國風情嘅情調吸引。灣仔酒吧街一帶亦成為好多英美水兵、西方來客嚟到尋找佢哋心目中溫柔而又性感嘅東方女神嘅地方。而現實中嘅蘇絲黃，佢嘅身世原來比電影中嘅蘇絲黃更加曲折傳奇。首先，樣貌方面同關南斯亦頗有不同。喺1965年10月28號《工商晚報》頭條新聞入邊就刊登咗黃玉蘭嘅一張照片。呢張照片亦係現時網上唯一可以揾到黃玉蘭嘅照片。我哋用 AI 技術將呢張模糊不清嘅新聞照片生成一張彩色而清晰嘅照片。照片未必可以完全還原真人嘅容貌，只可以作為一種參考。據當年嘅新聞報道，黃玉蘭係一個高度適中嘅中年婦人，橢圓形嘅面孔，顴骨頗高，兩頰稍為凹陷，講嘢嘅時候帶住濃厚嘅上海口音。據說佢實際上係一個日本人，而且有一段不堪回首嘅身世。佢父親據說係日本軍隊將領級嘅長官，當年報紙嘅標題就話佢係日本將軍嘅女兒。喺佢6歲嗰一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佢父親帶兵到中國，佢亦都隨住佢父親嚟到上海。而喺上海，佢自細就由奶媽湊大。喺佢11歲嗰年，日軍戰敗投降，據說佢父親自殺咗啦，因此佢就流落喺中國，同奶媽相依為命。為咗生活，佢最初到織物廠嗰度工作，後來俾一個女人誘騙咗，開始做琵琶女。從此佢就展開咗迎送嘅生涯。到50年代，佢由老闆帶領由上海嚟到香港。由於佢冇咩學識同埋技能，於是再陷入風塵，喺青山道同埋幾間大酒店
同外國人交往。嗰個時候佢青春正茂，外貌都唔錯，因此都好吃香嘅。後來佢輾轉入咗灣仔六角酒吧做吧女，英文名就叫做 Susie Wong。喺酒吧做咗1年之後，佢邂逅咗英國作家李察美臣，雙方交往咗一段日子。但係當時黃玉蘭並唔知道李察美臣係一位作家，更加唔會知道佢同李察美臣嘅異國戀情會寫成小說，甚至拍成電影。而電影中嘅蘇絲黃同羅拔最終就克服咗種種嘅障礙，二人決定長相廝守，有一個浪漫嘅結局。但係喺現實中嘅蘇絲黃結局就非常坎坷啦。李察美臣離開咗香港，二人嘅戀情無疾而終。黃玉蘭後來更加染上惡癖，淪落到要喺九龍城寨繼續佢卑微嘅迎送生涯。據說黃玉蘭本身亦有過2次失敗嘅婚姻，佢16歲就生咗第一個女，後來又同一個姓施嘅上海人生咗1仔1女，冇幾耐又分手，其後又生咗幾個，一共生咗4個女同3個仔，當中5個就送咗俾人，1個就死咗，仲有1個仔就交俾人代養，不過多年都冇俾到生活費人哋啦。而喺電影入邊，關南施飾演嘅蘇絲黃原來亦有個私生子，但係喺一次山泥傾瀉入邊死咗。呢啲不幸嘅背景同現實中嘅蘇絲黃就頗為相似啦。蘇絲黃的世界上映之後，唔少西方嘅男士都慕名而嚟，去到灣仔睇下遇唔遇到電影中所描述嘅蘇絲黃。但係當時幾乎每間灣仔嘅酒吧總有1-2個叫做蘇絲黃嘅吧女，去滿足西方顧客嘅幻想。冇人知道真正嘅蘇絲黃去咗邊。據說李察美臣喺電影公映之後，亦都曾經2度嚟過香港，想揾翻黃玉蘭送一筆錢俾佢嘅。但係嗰時黃玉蘭已經去咗九龍城寨，李察美臣亦都揾佢唔到。但係冇人會估到喺電影公映之後嘅5年，即係1965年，黃玉蘭會出現喺紐約嘅一間律師樓，而且仲要入稟紐約聯邦法院，控告小說作者李察美臣同埋派拉蒙電影公司未得佢同意將佢嘅事蹟寫成小說同埋拍成電影，要求賠償50萬美元。至於呢一單官司嘅結果係點呢？喺網上嘅中文資料之中揾唔到後續嘅新聞，只係據說最終雙方庭外和解，黃玉蘭攞到一筆錢，從此隱姓埋名，消失喺公眾領域之中。而根據一啲英文資料，呢一單官司黃玉蘭係被判敗訴嘅。敗訴嘅原因主要有以下3點。第一點，法院裁定真實生活嘅故事係不受版權保護嘅，只有一啲創作性嘅表達，即係作者所寫嘅具體對白同埋情節，先至受到版權保護嘅。第二點，複合角色嘅抗辯，辯方辯稱蘇絲黃係一個複合嘅角色，即係融合咗作者喺灣仔六角飯店遇到好多女性嘅特徵，而得到靈感而虛構出嚟嘅角色。第三點，公共場所與私生活嘅分別，由於蘇絲黃嘅故事係發生喺公共場所，即係香港嘅酒吧，法院認為黃玉蘭係難以專屬擁有呢啲場景嘅所有權嘅。冇人知道黃玉蘭最終有冇喺作者或者係電影公司手上攞到一筆錢作為私下嘅補償。佢喺今次訴訟之後就消失咗喺人海之中，再冇後續嘅消息啦。有趣嘅係，多年之後，作者李察美臣喺一個訪問之中承認，喺灣仔六角飯店確實係有一位特定嘅女人啟發佢喺小說入邊蘇絲黃嘅中文名用咗汪美玲呢個名稱，但係佢堅稱蘇絲黃呢一個角色係佢個人虛構創作出嚟嘅。不過喺佢呢一本2012年再版嘅《蘇絲黃的世界》嘅書嘅封面，主角蘇絲黃嘅樣貌似乎又有啲似黃玉蘭。西方觀眾喺銀幕度睇到嘅蘇絲黃世界係一個燈紅酒綠之中充滿異國風情嘅浪漫故事。呢一單訴訟新聞就撕開咗呢一層華麗嘅糖衣，讓人更加睇清楚50年代一個香港吧女喺笑面迎人背後鮮人為之嘅一段辛酸史。唔知各位對於昔日香港酒吧同埋吧女有啲咩印象，甚至係故事，
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呢？歡迎喺留言區同大家分享，更加歡迎大家轉發本影片，支持本頻道嘅持續製作。唔該晒。禪飛解密 Patreon 誠意邀請閣下加入，免費會員可以收聽失驚無神上架嘅隨時開咪，同大家傾下各種時事文化現象。付費會員更加可以收聽重料炮製嘅私密節目後台開咪，內容包括各種地下文化、次文化、都市傳說等等嘅奇趣主題，百無禁忌。加入禪飛解密 Patreon，聽多更多好嘢。